由於有地理同土地嘅問題，堅尼地城同石塘咀依邊嘅停車場一般都比較擠迫。喺呢個車場要揾到個正常泊位都已經唔容易，而最大考驗係泊完車之後要點樣先至可以離開到呢個停車場。第3期嘅手信抽獎活動繼續放片尾。Hello， 大家好啊！今次要記錄一個位於石塘咀嘅龍鳳閣停車場。石塘咀依邊嘅停車場真係唔多，而且每一個都好有特色。唔知有冇師兄睇過我之前拍石塘坊嘅失敗記錄，簡直係我人生嘅污點。有興趣可以去資訊欄嗰度睇返。我先講一講我係點樣去呢個龍鳳閣停車場。我係沿住德輔道西往西行，一路跟住去堅尼地城嘅路牌行。去到差唔多中聯辦呢個位咧，就要小心啦，佢會收窄咗條線嘅。而中聯辦旁邊就係大名鼎鼎嘅君益大廈3期停車場。呢個停車場我自己就唔會去啦。不過喺呢一區其實選擇真係好有限，有時真係冇得揀。好啦，過咗水街呢個路口之後咧，理論上就應該 keep 住中線甚至乎慢線咧，準備一陣間要靠左嘅。但係留意嘉安街咧，成日都會塞車，條車龍成日都會頂翻出嚟，咁就要盡快爬頭之後埋翻中慢線。理論上就要入翻慢線嘅，但係好似我呢個 case 咁樣，嗰啲中港車塞住咗喺度，焗住就要包容佢，然之後我就要喺中線度 cut 翻入去慢線，準備嚟個 U-turn 轉入去德輔道西。點解啱啱香港商業中心嗰個位置好似咁撈教咁呢？因為佢裡面有間一田百貨，所以啱啱嗰個位經常都會出現 double parking， 就阻住咗啲車轉入嚟德輔道西。尤其是啲非本地車就更加自由奔放。咁轉到入嚟德輔道西之後嘅第一個路口咧，就準備左轉入去屈地街，而左手面望到嘅一棟咧，上面就已經係龍鳳閣啦。我哋今次正正就係要拍呢個龍鳳閣下面嘅一個多層停車場。轉到入嚟呢條屈地街咧，就會見到2個停車場嘅。眼前第一個就係我哋嘅目的地，而後面嗰個咧就係香港商業中心嘅停車場，亦即係頭先講話有間一田喺裡面嘅大廈。2個停車場嘅定價同定位都相差幾遠，咁至於應該泊邊個好呢？泊好車再講。另外一樣嘢要注意嘅就係龍鳳閣停車場而家顯示佢有14個車位，呢個數字都好關鍵，絕對影響到你決定泊唔泊入嚟。咁轉入嚟嘅時候亦都要注意啦，佢個停車場口呢個地下係凹咗一凹嘅，即係咩呢？又係有機會會刮到個車底嘅，所以左轉入嚟呢一下呢，一定要收慢嚟轉。咁終於嚟到停車場閘口啦，而家望落去條斜路都好寬敞啊，但係以前唔係咁樣嘅。以前呢個車場係冇呢個閘口位，我都唔記得佢呢個閘係幾時起。咁就借用翻其他師兄啲相啦，就見到以前啲車呢，其實都係泊喺條路邊。對於眼前嘅呢一條斜路呢，係好大嘅改善啦。如果佢泊滿咗車喺側邊呢，我都唔知啲車點樣上落。所以我成日覺得以前啲人係叻啲。咁而家冇咗個排車啦，上嚟就輕鬆咗好多，但係唔好開心住。見唔見到呢個寶馬泊咗喺度？一陣間講。一上到嚟呢一層呢，叫2樓，就已經見到有2個空位啦，真係好好彩啊！嚟呢一個停車場呢，我一見到有呢啲位呢，我就即刻會泊噶啦。平時啲多層停車場唔係噶嘛，我通常會轉高啲揾空啲嘅位嚟泊噶嘛。但係我嚟親呢個停車場呢，都係見位就泊啦，有咁低泊咁低。但係今次泊車嘅一刻，我突然間醒起，我應該兜埋上3、4樓去記錄翻呢個停車場。就喺轉上3樓嘅時候，就遇到尷尬嘅呢一幕啦。喺正個髮夾彎呢，就遇到架對頭車。其實呢一類型嘅情況呢，喺啲舊式嘅停車場呢，經常都會發生，唔係啲咩大問題。再加上遇着個好好嘅師兄啊，佢褪後讓俾我行先。不過問題係而家個停車場咁空曠，你就有位褪，有得讓啫。一陣間我會講一講，其實呢一個停車場泊滿車嘅時候唔係咁嘅樣。好啦，喺3樓再轉多半層呢，就可以上到4樓。咁4樓係頂樓嚟嘅，見到前面呢度有個空位，我一陣間會泊呢個位。如果未嚟過呢度嘅師兄呢，嚟到呢一刻感覺呢個停車場其實都好似冇咩大問題啊，都好似幾暢順咁樣，係咪？表面上係嘅，但係大家頭先記唔記得入場嗰陣時呢，顯示咗呢一個停車場其實係有14個車位。而我由頭先2樓開始上嚟，2樓、3樓、4樓，我眼見呢就只係得3個空格。咁另外嗰11個車位喺邊度呢？係唔喺結界裏面呢？不如我哋細心再睇多一次。當然啦，如果成日嚟或者主場嘅師兄應該都知我將會講啲咩。但係如果未嚟過或者好少嚟，甚至乎將會嚟嘅呢，就真係要留意啦。一上到嚟停車場第一層2樓。其實佢喺條主幹道上面呢係有車位嘅。如果泊滿咗嘅時候呢，轉上嚟呢就真係唔可以咁瀟灑。
甚至乎要扭兩手先至可以避開到對面嘅架車嘅車頭。而呢個車場最靚嗰幾個車位就係二樓呢幾個車位啦，又夠闊又冇咩頂住，真係可遇不可求。跟住喺二樓轉上三樓嘅時候，其實喺左面線嘅地下呢係劃咗位可以泊車。當呢度左面泊咗車嘅時候呢，條路係唔可以平排行到兩部車。好啦，上到嚟三樓啦，你可以幻想下柱後面嗰兩部車係究竟點樣泊入去。當然啦，我都係嗰句，如果你識嘅就唔會覺得係咩問題。但係如果未嚟過嘅話呢，見到真係會窒一窒。繼續轉上去嘅時候呢，亦都會見到我車頭方向地下呢，其實都係畫咗線係車位嚟嘅。咁其實都可以想象到啦，如果呢度泊咗車嘅話呢，我係唔夠轉嘅，我一定要褪後扭多幾手先至可以轉到上去。咁最後啦，三樓轉上四樓，左手面地下都係劃咗位嘅，都係一個正式可以俾人泊車嘅時租車位嚟嘅。咁其實都可以想象到，每轉一次彎呢，如果呢度泊滿車嘅話呢，都係會頂住，都唔能夠一手太轉到呢隻彎。仲有就係去到頂樓四樓最尾呢度呢，係掘頭路嚟嘅。咁即係話呢，由停車場一路轉上嚟，如果你係一直揾緊嗰啲好位，即係頭先我講好泊嗰啲位呢，而嗰啲好位又滿晒嘅話呢，你就會不停咁上，就會好似我咁見到呢個掘頭路。咁見到掘頭路，理論上咪掉翻頭出去咯。但係以我能力嚟講呢，我係覺得呢條車嘅闊度呢唔夠我三手太掉頭出翻去，我就只能夠褪尾褪翻出去。咁好就好在而家眼前右手面地下嗰兩個劃咗位嘅車位呢係冇泊到車。如果嗰度都泊埋車，我諗我要 call 消防員，我諗我應該會卡住咗喺裏面。所以點解我一入停車場嘅時候就講咗話喺呢一個停車場，我一見到有位就會泊，唔會刻意特登上多幾層，就係呢個原因。今次好彩個停車場唔係太繁忙，我可以喺裏面褪嚟褪去。但係如果呢個停車場當佢外面個牌寫住得返3-4個車位嘅時候，即係代表佢一啲斜路啊、路邊啊都已經泊咗車。喺嗰個時候，我真係唔建議泊入嚟呢個停車場。好啦，當以為揾到個靚位泊低嘅車嘅時候，其實而家先係噩夢嘅開始。泊好車當然就揾部 lift 搭啦，係咪？咁佢喺停車場中間呢有一個電梯大堂，但係你會發覺兩部 lift 都係撳唔到嘅。應該咁講係冇得俾你撳。咁就睇佢寫咩啦，寫住電梯服務暫停，請用樓梯離開。OK， 明白嘅。有啲停車場係咁嘅，佢明明有 lift 都唔俾你搭，叫你行樓梯，咁都好小事啫，咪最多行樓梯落去咯。咁喺電梯隔離呢，就有道門嘅，係可以去行樓梯嘅，但係佢又寫住不准進入喎。咁點呢？我係咪唔可以離開呢個停車場呢？咁但係既然 lift 搭唔到，就只能夠行樓梯嘅啫，就只能夠硬着頭皮去推開呢道門去行呢條樓梯。咁入到嚟呢，見到條樓梯都乾淨企理嘅，就唔諗咁多啦。似乎呢條路係離開呢個停車場嘅唯一選擇。雖然佢寫住咗話係緊急通道，但係當我第一次嚟嘅時候呢，我真係諗唔到第二個方法點樣離開呢度，只能夠硬着頭皮繼續向下行。好啦，嚟到2樓，落多層就應該係地下啦，成功在望。但係落下突然間，我記得第一次經過呢嚿嘢真係俾佢嚇到彈起。咁既然阿攬都有，即係話呢條路行唔通啦，但係唔行呢條路又可以點行呢？不過似乎都係已經入咗人哋私人地方，咁就唔方便將之後嘅行程擺喺度。真係有需要了解落去嘅師兄可以去會員區度睇翻。咁如果唔喺度繼續行落去，究竟要點樣先至可以離開呢個停車場呢？咁我哋就退後一步上翻2樓，最後呢，係喺2樓嗰層嘅停車場行出去，再沿翻停車場嗰條路行翻出去正門，就終於可以離開呢個停車場。喺度望翻去停車場入口左手面呢，就係呢棟大廈嘅龍豐閣住宅入口。我估計車場部 lift 呢係要同居民共用嘅，所以最後呢，停車場就封咗。好啦，睇翻頭先話同一條街度有2個停車場，究竟應該要泊邊個呢？我自己覺得啦，如果你係會去香港商業中心消費，例如去一田買嘢嘅話呢，就唔使諗啦，肯定泊翻佢噶啦。雖然香港商業中心嘅停車場呢都唔係特別好，唔係特別寬闊嘅，但係一定冇龍豐閣呢個咁惡劣。咁如果你只係泊一個短時間，而且又見到停車場外面個牌顯示有超過10個位以上，我就覺得可以入嚟搏一搏呢個龍豐閣停車場，去享受呢一個平價嘅時租泊位。有樣嘢幾有趣嘅，喺我做資料搜集嘅時候呢，無意中喺 Google 就見到呢篇嘢，
好犀利啊！呢位師兄用呢幾行嘅文字呢，就已經完全講到晒呢一個停車場嘅結界問題。咁至於要點樣上去停車場度攞翻車呢？就係要由停車場入口行翻行車路線先至可以攞到架車。嗱，我唔知會唔會有其他師兄有更好嘅方法，但係我自從俾嗰個警鐘嚇過一鑊之後呢，我每次嚟呢度泊車呢都係咁樣噶啦。上落都係啦，經翻正門行呢條斜路上去停車場。當然啦，好似頭先咁講，喺會員區呢有另一個方法出去嘅，不過嗰個應該就唔係 official 嘅方法。最 official 上翻呢個停車場或者離開呢個停車場呢，都係咁樣行噶啦。嚟到2樓呢，就可以行翻頭先嗰條樓梯上翻3樓或者4樓。不過我自己覺得最唔忿氣呢，就係成件事冇一個路牌或者冇一個位置呢，係叫你沿住停車場條路行翻落去。佢只係有喺不同嘅位置講話邊度唔好，邊度唔可以行，但係佢冇一條正確嘅路線指引你應該要點樣行，所以係令到好容易誤闖佢嘅所謂私人範圍。喂，大佬，我嚟泊個車啫，我都唔想去你嘅私人範圍噶。你一係喺呢跑道大隻字寫住話只可以經停車場車路正門出入，但係呢度又冇咁寫到喎。咁對啲新嚟同少嚟嘅朋友真係無所適從。好啦，喺個結界度玩完一大輪，終於攞車走人啦。呢個停車場嘅環境呢，整體 OK 嘅，通風光猛。我估計大約有50-60個位度啦，但係有10幾個呢係講緊唔係正常嘅車位嚟嘅。而就算佢正常嗰啲車位呢，有部分都好窄嘅，尤其是喺柱後面3個一排嗰啲車位呢，都係偏窄嘅。眼前呢啲2個位2格呢啲還可以，不過都要小心佢一啲保護啲渠嘅鐵枝都係好鬼危險。而如果你已經識得點樣離開呢個停車場嘅話呢，其實喺呢個停車場小車泊嘅時候呢，其實佢都幾好泊㗎。即係如果條路冇呢啲咁嘅車頂住嘅話呢，咁計翻佢呢個時租價位呢，又幾相宜嘅。尤其是你唔打算喺附近商場消費嘅話呢，泊呢個龍鳳閣呢，又真係比隔離嘅香港商業中心呢平好多，所以就真係要睇情況啦。不過我相信只要瀨過一次嘢，唔好唔小心再入咗嗰個結界呢，咁就應該冇乜大問題。好啦，最後啦，嚟到呢個停車場準備出閘嘅時候呢，都要注意一樣嘢。佢停車場同條路中間呢有個凹位嘅，令到呢你嘅車嘅車頭係要坐一坐落去先至可以連接翻上條馬路度。所以呢，雖然我都泊過好多次，但係嚟到依家呢，我都未係好掌握到究竟邊個位出去，邊個位置出去先至唔會揩到個頭唇。到而家我每一次出呢個停車場呢，個頭唇都係拖住個地出去嘅。如果有邊位師兄有好嘅辦法出去呢，麻煩你話聲我知。好啦，今條片就長起咗少少，嚟到呢度亦都係差唔多啦。如果睇到嚟呢度都仲未嫌悶，仲未撳走嘅師兄，你就好彩啦。喺呢條片我將會送出最後一個我喺日本神社買翻嚟嘅御守，呢個亦都係我最中意嘅一個。喺武藏野八幡宮買嘅交通安全御守，佢同之前淺草嗰個都係一樣，有個吸盤可以俾你吸住塊玻璃嘅，好鬼 MK 嘅。有興趣參與今次最後一次抽獎嘅師兄，只要喺留言區度隨便留下言啦，又或者打返結界2個大字，我就會喺我下一條片度抽出一位幸運兒，就可以收到我呢一份咁靚嘅日本手信，以答謝你嘅支持。好啦，今次呢個喺石塘咀嘅龍鳳閣停車場記錄嚟到呢度又差唔多啦。你覺得呢個停車場算唔算地獄啊？歡迎喺留言區討論下。依家就準備抽上條片嘅花園神社御守，我就將所有喺我上一條青衣城停車場嘅片留過言嘅師兄都抽咗出嚟噶啦，放咗喺右手面個鋪裏面。今次就睇下邊位師兄好彩啦。好，恭喜晒 NGANJOSEPH6819，應該係姓顏嘅師兄。你可以用 Facebook 或者 IG
DM 我或者 PM 我都冇問題，我哋再相約交收地點同時間，只要你喺香港。咁今日條片就嚟到呢度，特別要多謝用實際行動支持小弟嘅各級會員，下條片再見。